喺2022年因心臟病死亡嘅人數咧，佔香港全年總死亡人數約11%，排列喺主要死亡原因嘅第4位啊！咁又唔使咁驚，都有方法可以預防心臟病嘅。當中有4大預防要訣：第一，遠離煙草；第二，減少膳食中嘅鹽含量，多食水果蔬菜；第三，避免飲酒；第四，保持恆常體能活動。根據世界衛生組織嘅建議咧，每星期咧應該進行最少150至300分鐘嘅中等強度帶氧體能活動，例如急步行、游水、太極或者踩健身單車等嘅。咁如果健康情況容許，又想獲得更多嘅健康效益嘅話咧，可以將時間增加到每星期多於300分鐘個噃。咁另外咧都建議每星期進行2日或以上，每次咧相隔最少48小時嘅強化肌肉運動，鍛鍊翻各大嘅肌肉群啦。呢個係好常見嘅錯誤觀念嚟嘅。其實患者越少活動咧，反而越大機會增加心臟病復發同死亡率喎。研究發現咧，以運動為基礎嘅心臟復康訓練咧，可以減低患者因心血管疾病引致嘅死亡率啦，同住院風險嘅。同時咧，都可以提升翻佢哋健康相關嘅生活質素㗎。心臟病患者咧，應該喺病情穩定後咧，先諮詢醫生同物理治療師嘅意見後，先開展運動計劃喎。咁經過運動嘅評估啦，依照所建議嘅運動量啦，由低強度較短嘅運動時間開始，循序漸進咁進行。過程咧要量力而為啊。咁喺運動之前咧，患者都應該做足夠嘅熱身啦，量度心率同血壓。確保兩者咧喺穩定啦或者受控制嘅情況之下，先好做運動喎。不過咧，如果有一啲特別嘅情況，例如心絞痛啦、不穩定嘅血壓或者呢個心跳啦、血糖未受控制、發燒或者嚴重嘅骨科疾病等咧，咁患者咧就唔好開始運動，應該咧要等到病情得到控制啦、穩定啦，咁咧經過評估合適先好開始運動啊。呢點好重要嘅。如果醫生咧有處方俗稱利底丸嘅抗心絞痛藥，患者應該帶備喺身，以備不時之需㗎。嗱，講起藥物咧，部分藥物可能會影響心跳啦、血壓反應啦，同埋體溫調節嘅能力啊。咁所以患者咧喺做運動嘅時候咧，除咗要留意住個心率之外，仲要留意運動嘅強度，同埋睇返有冇身體不適。咁至於安裝咗心臟起搏器嘅人士咧，就唔好進行涉及身體碰撞嘅運動喎，特別係手術後最少3至4個星期裏邊，避免劇烈嘅上肢活動，等醫生建議合適先好做啊。嗱，患者咧應該咧由阻力較輕嘅運動開始喎，循序漸進咁進行。嗱，記住喎，發力嘅時候咧就唔好閉氣，以免引致咧血壓急劇嘅波動啦，同埋增加心臟嘅負荷㗎。除咗緩和運動咧，患者仲要留意住心率同埋血壓嘅變化，直至到平復，同埋都要睇返有冇身體不適嘅症狀喎。咁如果運動後需要沖涼嘅話咧，建議咧等到身體嘅狀況緩和之後，先用接近體溫嘅溫水去沖身，減低返心臟不必要嘅負荷。尤其是心臟病患者要多加注意自己身體嘅狀況啊！如果有胸口不適、心翳、心悸、氣促、作嘔、暈眩、發冷、異常出汗等症狀咧，就要立即停止運動，快啲睇醫生啦！咁另外咧都要注意天氣喎，避免咧喺極端天氣情況或者空氣質素差嘅時候去做運動啊！